进前台东县体育馆伫咧征收，则造成真侪婴仔囝来枵死。经过抢伤，活落来144只。滨科大的保育类野生动物收容中心照顾着其中的19只，也因为这鸟仔囝呢，一工就要饲5、6摆，要甲因照顾，确实是需要耐心。对台东送来滨科大野生动物收容中心的婴仔囝，看起来精神无讲介好。婴仔囝拢总有19只，不过有一只无偌久就死啊。18只婴仔囝身体虚、伤瘦佮脱水，因先住伫检疫中心，刷落来中心人员开始排班，2点钟甲饲一摆，因为鸟仔囝一工上少爱饲5、6摆。基本上我们就搭配食虫性鸟类的饲料，然后再喂食一些，目前先提供面包虫。那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可能还会提供一些我们自己额外抓的一些小虫。滨科大表示，收容的婴仔囝目前健康状况甲胃口拢袂歹，其中阁有一只已经伫练飞。它会沿着我们的提供的布，然后爬到最高点，然后直接飞出来。这个细只婴仔是因为台东县体育馆整修工程，互人对鸟仔兽刷起新的鸟仔厝，差一点枵死，引起讨论。现场200多只婴仔囝，有144只活落来，送互5个单位照顾。滨科大即马照顾这18只，希望因健康大汉，过一阵仔刷起适合的场所练飞，尾后转去大自然。记者邓嘉文、刘维做屏东报道。